好多人以為股權轉讓簽咗協議就搞掂，其實入邊嘅水係好深嘅。法律上面呢啲唔止係換個名，而係權利義務嘅概括承受。今日我將啲血淚嘅教訓總結成呢一套嘅專業保命流程俾大家。第一，程序公正。如果你轉讓俾外部人士，第一件事唔係收錢，而係書面通知其他股東。記住，一定要發 EMS 嘅掛號信，千祈唔好係用 WhatsApp。點解？因為要起算優先購買權嗰30日嘅時效。如果程序有瑕疵嘅話，其他股東喺1年內隨時可以申請法院撤銷你份協議嘅，到時就真係欲哭無淚啦。第二，稅務同定價，價錢係咪隨便定就得呢？大錯特錯啦！如果價錢明顯低過公司嘅淨資產嘅話，稅局就絕對會及實你啦。賣方一定要依法交足20% 嘅個人所得稅，冇呢張完稅嘅憑證工商局係分分鐘唔俾你做變更登記㗎。第三，法律三部曲，簽咗協議係咪就攞到股權呢？法律上面分為3步：第一，債權行為，簽轉讓嘅協議；第二，物權變動，改公司嘅股東名冊；三，對抗要件，做埋工商登記。如果冇做工商登記，你雖然名義上係股東，但法律上對坑唔到第三個人。萬一對方將股權義賣或者被法院咁樣去保存你就會徹底咁樣被動。呢種就係隱名風險。第四，安全收錢同控制權。點樣確保安全收錢？建議採取分階段付款、定金、交割、變更完先至俾尾數。協議入面一定要加多一條，如果買家遲俾錢嘅話，賣方有權原價回購股權或者單方面嘅解約。最後千祈唔好唔記得章程嘅修正案，股權嘅比例變咗，公司嘅決策門檻，例如2/3嘅大多數通過，可能都要跟住改。如果唔係，轉讓完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徹底冇咗間公司嘅控制權。送大家一組核心嘅邏輯啊！程序合法大過協議內容，稅務合規重要過資金入賬。法律從來係唔會保護喺權利上面瞓覺嘅人。記住呢句話，可以用協議解決嘅信任問題，千萬唔好用交情去賭啊！好片記得俾朋友